越来越多的 TVB 明星开始另谋出路了啊！日前，据港媒报道称，70岁的 TVB 御用奸人王俊腾近几年在荧幕前的工作大幅度减少，稍早前更是罕见缺席了参加多年的沙田龙舟竞赛，也传出了他疑似将要离巢的消息。之后，他本人表示暂未离开 TVB， 仍有在拍摄少量剧集。据悉，王俊腾已经在中山买房，移居到中山生活。为了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以及养家糊口、维持生计，除了当演员外，王俊腾开始另谋出路，来到内地当导游带旅游团，也受到了不少网友的支持。不少网友都赞其能屈能伸，非常接地气。王俊腾此前接受采访时透露，在香港他自己住的区域，类似面积的房子，起码要2000多万港币，这里差不多1/10价格就能买到了。他称中山簡直是神仙般的生活，現在真的是越來越多的港星在廣東扎堆買房啦。同埋呢度呢個生活呢係好適合香港人，見口見面都係香港人。